大家都是年轻人，我也不想。我是司机，不是收拾垃圾的。哦，一说都不用是吧？我到堆着就可以嘛。啊，我没有这个能力，我没有这个能力。没事，我这不就休息啊。你最好等一下。我下班了，小队那边。啊。没事，我问过的，没关系的。只有当然。我搞不了，现在兄弟，我搞不了，这垃圾太多了，我搞不了。啊，没关系，兄弟。啊。没关系的。啊，运费给我，运费给我。我不管，我不负责运费。为什么不？你为什么不给运费啊？给你卸完货为什么不给运费？因为你这边没倒垃圾，我怎么给运费？我倒垃圾跟给运费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你把垃圾倒了，我就把运费给你。我就不倒垃圾啊，这不是我的职责范围之内。那你就照谁掉的，朝你掉谁给运费就行了。我就跟你要，就给你拉的货。哎，我只是一个卖货的官，我拉什么货呀？你今天不给运费，你就别走。就这么一堆烂菜叶子，人家川 A 的小伙屁颠给他拉出去，自己给他卸了。我操，我干不了这活，你们能干吗？满满一车。